是999你好，我想让请问一为你父母。荣小姐，你好，我屋下我伯嘅路口有隻貨了，我嚟啊，開農業辦潤茶，經過晒袋都出上，兩隻貨了讓向我哋嘅安全咧。人講千里平路，好走就好行，一隻貨了袋到我壽命。我哋咧。這篇音是讓你煩人，請問你想想，用辦稱呼你？我按到胖慢妹，胖小姐下就好。請問負責啲乜嘅所在？啲上學界日號這篇，上學界日號係。請問佢係啲魯東昂，也係魯順嘅呢？啲魯順嘅地方。好，做啲小可講一下負責佢台長麼？差唔多日隻籃球安台隻，請問你哋負責台咗幾深麼？深度台咗30公分啦。湯小姐，方便留你嘅聯絡電話麼？我嘅電話係02 234 56789。好，呢篇會讓你同步處理。請問處理後時需要通報俾你麼？好，小姐，就麻煩回我電話。湯小姐，案件已經登了，讓你確認一下，你份人界係向學界1號嘅魯順，有一張台繞籃球安台嘅貨的，台繞30公分深，需要做修補。案件變好，你會記錄下來嗎？冇相干，就麻煩請相關單位盡量下腳來處理。好，請問還有其他事情任務做得為你父母嘅嗎？冇咧，是冇你。冇問題，是嗎？祝福你順心愉快，長來了。